轻的时候，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我自己的声音，因为我的声音呢，第一个在教舞上面它就有受限，因为当时的我已经是一个老师了，可是我声音听起来就是看起来很稚嫩，然后我的学生就想说，老师你真的是老师吗？然后我教课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年纪轻又没有经验，然后可能学生不会跳，我又很急，我就急着一头汗哦，就我自己已经出了一头汗，然后我想说，我要怎么帮他？然后学生就很紧张，因为我其实只是很着急，然后学生就说：“老师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我马上会。”我就想说，其实我没有要哭我只是很急，就是我要用什么方式可以让你了解。那当然，因为那时候自己年纪也很年轻，可是后来慢慢长大一点，我就发现，其实这样的声音有这样的好处，就是无形当中可能很多话，比如说就算我生气一件事情，可是当我讲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什么什么，可是可能我的语调是比较和缓的，所以相对的听的人不会那么的不舒服。坏处就是，我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证明我是可以吃苦的，或是我是可以被磨练的，因为我讲这样会其实比较多的感触是在学舞的过程，因为我们的舞蹈是很扎扎实实的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比赛。那个时候在比赛的时候啊，我的老师就周志坤老师，他那时候我那时候跟老师说我想要走专业舞者，那时候把工作辞掉嘛，我24岁的时候我把银行的工作辞掉，然后我想要当专业舞者。我的老师就说，小珍，你头脑有问题吗？你放着好好的银行行员不做。他说，你知道专业舞者要吃多少的苦吗？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你一定吃不了苦的，你赶快回去银行上班。那我就会觉得很生气，我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就吃不了苦？我是哪一点让你觉得我吃不了苦？以至于呢，养成了我很不服输的个性。所以我在练舞的过程当中呢，比如说我受伤了，我从来不会讲我受伤了，我痛，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手扭到很不舒服。那我记得我们有一个表演，就是可能是后天，然后大家都在排舞，然后呢我的手因为很痛嘛，我在跳舞的时候我就会露出那种很痛的感觉，然后我的老师就说，小珍你 OK 吗？你这样还能不能跳？要不要我们换人？不能跳没关系。然后我一听到换人2个字，我想开玩笑，我怎么可以被换掉？我马上就是不痛，就是我可以吃止痛药、打止痛针，可是我就是不能被换掉。那我觉得我要花更多时间跟力气去证明说，而且我很喜欢老师操我。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就是被虐待狂，但我的老师后来就很了解这一点，所以他后来训练我，他都用激将法。因为他只要跟我说，小珍你是不行了，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，或我们是不是要换人，我一定会跟他说没有，我 OK。对。像我很多学生，他们都是单身的女生，可是他们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，那我就会问他们说，你为什么想要学跳舞？是不是另一半或谁希望你身材更好？他说没有，老师，我就是觉得我要更性感，我就是觉得我看到镜子里面的我的那个曲线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其实也就是我自己的心态。我们希望自己的样子是漂亮的或是年轻的，不为了谁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是很舒服的。所以我认为其实这是我自己在单身的状态还是能够很开心的原因，因为我漂亮不是为了任何一个男生而漂亮。那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跟我的学生分享，我说如果今天你来练舞变瘦是为了某一个男生，当这个男生离开你的时候，美丽同时也会离开你。可是如果你的美丽不是为了某一个特定的人，其实它就会一直在你身体里面，因为你不是为了一个人而刻意的改变自己。提醒所有的女生，我觉得真的不要太着急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遇到一个很适合的对象，你相信我，绝对是老天爷在给你一个更好的对象，更适合你的对象。而且呢，我觉得只要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，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健康、非常有自信的独立的个体。你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我觉得你就会遇到一个很爱你的男生，而且这个爱你的人，我会觉得你不需要去特别为他改变什么，因为我觉得人还是做自己最快乐，尤其是年纪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发现，你知道，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你可能还会委屈自己去
对，去讨好，比如说长发为君留，长发为君剪。现在就是我高兴留长头发就留长头发，我高兴剪就剪。你知道，就是你觉得人生其实真的是人生苦短，那我觉得不需要去为了一个人，然后变成一个不是你自己的样子。